天道循環，陰陽互根，萬物消長，自有其數。然天數非定數，人事可三，得者能轉，逆道淵深，乃先賢仰觀苦察，窮究萬物生克之機，並非迷信虛妄之談。五行之學實為一套觀察時空流轉、體察氣運起伏的智慧體系，為我們提供一種理解世間變化規律的視覺。地澤臨卦象徵親臨撫民，敦厚包容。言卦辭至於8月有凶，正是聖人警示性極必須之理。今二卦象為驚，節氣為緯，是為2027丁未年之世運與香港流年，作一氣候與心性之推演。地澤臨，上坤下兌，坤是地是順，兌是澤是月。卦象講的是在上位者義德服人，貼近民情，讓百姓樂於依附。卦辭原理徵本來是四德齊備的吉兆，但後面緊接一句至於8月有凶，才是聖人真正要傳達的警告。陽氣不會永遠上升，盛極之時就要提防衰退。2027年是丁未年，未觸土，和臨卦上卦的坤土之氣相呼應，但丁火生土，火土過旺，澤水就有枯竭的風險，這是全年氣運的核心基調。現在我就按每月地支推移，結合卦爻的變化，來推演丁未年全球大勢和民生喜樂。正月壬寅月立春至驚蟄，寅木當令，木氣破土而出，呼應臨卦初九咸臨，正吉。初九陽爻居陽位，代表新力量正在冒起。這個月全球會看到重大的科技突破，或年輕世代主導的社會運動，尤其東方國家在新能源和人工智能領域可能有革命性進展。不過寅木克未土，農糧供應會因為極端氣候或地緣衝突而出現波動，物價開始向上，老百姓會感覺到錢的購買力在縮損，但整體還在可控範圍，只要守住正道，順勢而為就能得吉。2月癸卯月經直至清明，卯木比寅木更旺，直接克制未土。臨卦九二咸臨，金無不利的力量完全發揮。九二是陽剛之財，呼應六五柔中之君。這個月國際權力格局會有明顯變動，大國之間從對抗轉向合縱連橫，經貿協定和區域安全合作頻繁出現。卯是鎮木的帝王位置，金融市場震會加劇，但大宗商品價格因為供應鏈重組而慢慢回穩，就業市場表面活躍。可是房地產調控和稅制改革會讓中產階級感到焦慮，政策效果的傳導需要時間，不能馬上見效。3月甲辰月清明至立夏，辰是水庫，與未土相破，臨卦6三金臨，無由利，既憂之無咎當為。這個月土氣濕重，澤水泛濫的跡象開始浮現，全球水患和洪災問題會更加明顯。島國和沿海城市要提高警覺。辰月也代表爭鬥，國際仲裁和領海糾紛升溫，各國嘴上說好聽話，實際上各懷鬼胎，終究沒有實際好處。民生方面要特別注意防災準備，糧食儲備和水資源管理成為各國焦點。若能提前做好準備，就能轉危為安。4月乙巳月立夏至芒種，自火當令，火生未土。臨卦6四至臨無咎，顯現成意。6四為勤君則以柔順之德接納初九的剛正賢才。這個月國際組織和多邊機制會發揮調和作用。後峰會或糧食安全會議可能有重要協議達成，但自衛蛇代表潛藏的危機，疫情或新興傳染病有復燃的可能，尤其熱帶地區要特別留意。醫療資源分配的公平性會受到檢視，遠距醫療和公共衛生體系加速數位轉型，只要誠心應對就能平安度過。5月丙午月芒種至小暑，午火極旺與未土六合，臨卦6五之臨，大軍之宜，吉主導全局。6五是軍位，以柔中與剛，全球領導人展現出大智若愚的風範，用謙卑的姿態化解地緣政治僵局。東西方的對話重新啟動，科技脫鈎的趨勢暫時放緩，但午未夾火，熱浪席捲北半球，能源需求暴增，供電緊張。綠能投資雖然在加速，
短期內還是離不開化石燃料，轉型過程必然伴隨陣痛。一般民眾最有感的會是電價和物價的壓力。6月丁未月小暑至立秋，這是真正的關鍵月。丁未伏吟，火土燥烈到了極點，正是臨過卦辭。至於8月有凶的預警應驗之時，未土重疊，澤水枯竭，全球旱災和糧食危機同步爆發。中東、非洲、拉丁美洲情況最嚴重，難民潮再次湧現，金融市場信心崩潰，避險資產暴漲暴跌，實體經濟陷入停滯性通膨。卦辭月敦臨金無咎，提醒我們厚道行事才能保住善終。但這個月的危機是全年最高峰，各國如果沒有安土敦人的胸襟，不肯共同釋出戰略儲備，開放人道走廊，空帳是逃不掉的。日常生活物資短缺，失業率飆升，社會上的不滿情緒高漲，這是丁未年最黑暗的一段時間。7月戊申月立秋至白露，辛金當令金能土氣，臨卦上六敦臨的餘蔭還在發揮作用。國際救援機制啟動，糧食和能源配給慢慢上軌道，市場恐慌情緒稍微緩和，新代表傳送，物流和資訊流恢復暢通，供應鏈在經歷考驗後重組，各國開始重視區域自給自足。秋收雖然減產，但還不至於絕收，各國推出補貼政策，基層民生勉強撐住，但城鄉差距擴大了。弱勢族群特別需要敦厚的政策來輔助。8月己酉月白露至寒露，有金破未土，臨卦8月有凶的預警再次出現。這個月金氣肅殺，國際衝突升高，南海、東歐、中東這些熱點地區特別緊張，局部軍事對峙或恐怖襲擊頻傳，全球供應鏈二次斷裂，製造業庫存告急，年底的消費旺季備貨受阻。金融市場再遭重挫，新興市場貨幣貶值，債務違約風險急升。一般民眾最直接的感受是有錢也買不到貨，消費信心跌到谷底，觀光、零售、運輸業迎來寒冬。但笑不久也，空中有機，聰明的投資人反而會在這個時候低調佈局。9月庚戌月寒露至立冬，戌是火庫與未土相刑。臨卦6三金臨的弊病再次浮現，各國為了轉移內部矛盾，重啟貿易戰和科技封鎖，假消息滿天飛，外交時令華而不實。戌土燥熱，冬小麥播種受阻，全球糧食安全的警報還沒有解除，就業市場的結構性失衡更加嚴重。AI 取代人力的問題白熱化，教育和職業訓練體系的改革已經刻不容緩。幸好既憂之無咎，有遠見的人早就啟動應變計劃，社會底層還能維持基本溫飽。10月辛亥月立冬大雪，亥水當令水能引燥土，臨卦6四至臨的誠意再次展現。水代表財，這個與國際貨幣基金和世界銀行主導債務重組，新興國家獲得喘息空間，全球流動性危機緩解。亥燭乾宮天時轉寒，北半球能源需求達到高峰，天然氣和核電成為地緣政治的關鍵籌碼。冬季防疫和公共衛生面臨考驗，但科技防疫手段已經成熟，大規模封鎖不再需要，社會活動維持低度運轉，人們慢慢學會和各種風險共存。11月壬子月大雪至小寒，子水旺極與未土相害。臨卦9二咸臨的吉兆再次顯現，國際合作氣氛轉好。G20高峰會達成氣候融資共識，綠色復甦計劃啟動，股市反彈，原物料價格回落，但只未傷害陰藏道德危機。數據隱私和 AI 倫理的爭議浮上台面，各國加速立法監管。年中消費旺季帶動內需，電商和物流業績成長，可是城鄉數位落差擴大。弱勢長者的數位孤獨問題引起關注。12月癸丑月小寒立春，丑是濕土與未土相，臨卦上六敦臨中得吉兆。丑未代表地殼變動，這個月全球可能有規模較大的自然災害，例如強震或火山爆發，也可能是政治版圖的劇烈變動。
但代表動，動就能通。陰陽消長到了這個地步，會達到新的平衡。各國痛定思痛，加快永續發展目標的落實。年底民生已敦厚收尾，社區互助網絡活絡起來，傳統價值回歸，人心在經歷危機之後反而更凝聚。年底雖然還有小波折，但整體比6月的低谷已經大幅好轉，是先凶後吉的格局。全球總結，地澤臨卦在丁未年的演繹，說到底就是火土燥烈、澤水枯竭、民生憂苦的局勢。上半年陽氣漸長，君子之道抬頭，但到了6月伏吟月，凶象完全暴露，全球一起面對糧食能源危機和金融震。下半年金水逐步進場，8月雖然還有第二次衝擊，但最終靠住敦厚的態度撐到年尾回穩。民生最艱苦的時間集中在6到8月，物價飛漲、就業寒冬、供應斷連是三大痛點。幸好臨卦的至臨和至臨代表關鍵時刻，總會有明君和能臣站出來把干戈化為玉帛。天道循環，剝極必復。君子看臨卦要記住教師無窮，用保無疆，用教育厚植國力，用包容安頓蒼生，才是永續之道。聖人說，至於8月有凶，心意就在這裏。凡事未雨綢繆，凶可以轉吉，臨事而居危可以化安。全球局勢如何牽動香港丁未年命運？地澤臨的上卦是坤土，下卦是對澤。香港本來就是澤水匯聚的地方，水能聚財，所以一直扮演國際金融中心的角色。但丁未年未土當道，丁火又生土，火土過旺，澤水就有枯竭的風險。香港本身地支有辰有水庫，也有巳午之火，還有戌土。丁未年火土主事，對屬水金屬性的香港來說，外圍壓力會直接打到根基。正月壬寅月立春至驚蟄，寅木當令，木能疏土，香港得木氣之助。初九咸臨正吉，代表本地科技創新和年輕世代的力量抬頭。北部都會區發展和數碼基建項目可能會有突破，可是全球糧價波動拖累輸入型通脹。港元聯繫匯率開始感受到壓力，樓市交投淡靜，政府推出精準紓困措施，如消費券和交通補貼，基層勉強撐得住，但中產的稅務負擔加重心裏不滿的情緒，慢慢累積。這個月有驚無險，捱打還不至於，但經濟已經像澤水遇到乾旱，表面平靜底下有暗流。2月癸卯月經直至清明，卯木克未土，9以咸臨吉無不利，香港迎來短暫轉機。國際供應鏈重組，香港轉口樞紐的角色重新受到重視。人民幣國際化和數字貨幣試點為金融業注入活水。不過卯時震木代表雷電風暴，社會上關於最低工資和強積金改革的討論會很激烈。就業市場表面活絡，實際上無薪假和零工經濟的比例在上升，青年失業率的隱憂沒有消失，經濟沒有再大跌，但就像澤水被風吹皺，波動不安，至少底線守住了。3月甲辰月清明至立夏，辰是水庫與未土相破，6-3金臨冇有利的跡象浮現，全球洪患頻傳，香港沒有水災，但國際航運受阻，港口吞吐量下滑，貿易物流業首當其衝。政府用溫和言辭安撫市場，實際措施跟不上，股市成交萎縮， IPO 市場進入寒冬，超市物價悄悄上漲，尤其是進口食品和日用品，基層家庭被迫縮減開支，貧富懸殊進一步惡化。這個月香港像在暴風雨前夕，雖然還沒有正式捱打，但已經被全球動波及。4月月至月立夏至芒種，自火當令，火生未土。6-4至臨磨舊，帶來比較真誠的施政方向。國際氣候協議達成，香港綠色金融產品需求大增， ESG 投資成為避風港。但智慧蛇代表潛藏的問題在樓市，加息期下負資產個案突破萬宗，銀行體系的壓力測試亮起黃燈。醫療系統因為全球新一波傳染病而繃緊，公立醫院輪候時間再創新高。
有些中產寧願去深圳就醫。這個月香港如履薄冰，經濟沒有沉下去，但活力不足，社會凝聚力受到考驗。至少官民還在攜手應對。5月丙午月芒種至小暑，午火極旺與未土六合，六五至臨大軍之宜，代表中央和特區政府聯手出招，互聯互通擴容，離岸人民幣央票發行穩住金融信心。北部都會優土地政策明朗化，發展商投地轉趨積極，但天氣炎熱導致用電量飆升，電費補貼雖然加碼，小商戶還是叫苦連天。通脹和工資在賽跑，實質購買力倒退3年。股市因為北水湧入而短暫反彈，但財富效應只惠及少數人。整體來說，這個月從捱打變成捱熱，經濟跌勢暫時止住，但根基還不穩固。6月丁未月小暑至立秋，歲破之月丁未復臨，全球糧食能源危機爆發，香港首當其衝，進口食品價格飆升3成。超市限購令重現，電費較往年翻倍，樓市斷供潮浮現，負資產突破3萬宗。金管局放寬按揭清數，但市場信心已經崩潰，社會情緒波動，網上查詢移民的人數激增，人才外流加速。這個月香港像澤水乾溪，魚群受困，市民真實感受到被外圍環境重擊。不是軍事上的捱打，而是經濟和心理上的打擊。民生跌入全年谷底，基層要靠食物銀行為生，中產也要變賣奢侈品來套現。7月冇新月，立秋至白露，辛金當令金能土。上陸敦臨吉磨舊帶來一線曙光。中央的專項貸款支持基建，粵港澳大灣區內循環加速，東江水和糧食供應保持穩定。跨境物流恢復暢通，進口物價稍微回落，政府加碼臨時失業津貼和租金寬免，中小企倒閉潮暫時緩和，但中美在南海和台海的角力持續。香港作為金融前哨，資金外流壓力沒有解除，股市成交依然低迷。這個月雖然沒有進一步捱打，但像溫水煮蛙，經濟緩慢失血，至少比6月已經改善。8月己酉月白露至寒露，有金破未土，臨卦8月有空再次應驗，國際衝突升級。香港作為自由港，面臨2級制裁的風險就升，部分跨國銀行收緊對港信貸，聯繫匯率制度受到追擊，金管局動用外匯儲備干預，銀行同業拆息抽升，企業融資成本暴漲，零售、餐飲、旅遊業陷入冰封。失業率突破6%，年輕人北上就業變成常態。這個月香港真正體會到什麼叫捱打，是在金融戰場上被外圍流彈所傷。幸好司法獨立和法治底線沒有被突破。9月庚戌月寒露至立冬，戌是火庫與未相刑，6.3金臨的弊病重現，國際貿易戰再起，香港轉口地位受壓。但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的使用量大增，稍微抵消了美元制裁的風險。政府重啟保就業計劃和100%擔保貸款，但企業借貸意願低落，資金鏈斷裂危機還沒有解除。冬季防疫壓力增加，疫苗和藥物儲備充足，社會沒有再封鎖，樓市成交創30年新低，但有實力的買家開始趁低吸納。顯示聰明錢已經看到轉機。10月辛亥月立冬大雪，亥水當令水潤燥土，6.4至臨的誠意再次出現。全球債務重組計劃惠及香港，美元弱勢之下，港元資產相對吸引力回升，股市迎來估值收復行情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肯定香港金融體系的韌性，資金回流跡象明顯。年關將近消費券加碼和夜市經濟政策刺激內需，市面開始熱鬧起來。但亥水是流動之財，來得快去得也快，基層受惠有限，貧富差距依然尖銳。這個月可以瑞士冬暖，經濟築底反彈，但力度還不夠強。11月壬子月大雪至小寒，子水旺極與未傷害。9二咸臨吉兆再現，國際氣候融資協議啟動。香港綠色債券發行量全球領先，
金融科技和 Web 3.0項目落戶，重振國際創科中心的聲譽。AI 監管和數據治理法案通過，為長期競爭力打下基礎。年中購物旺季帶動零售復甦，失業率回落到4.5%，但年輕人和基層仍然處在復甦孤島。這個月捱打已經成為過去式，經濟明顯回暖，但屬於畸形復甦。有資產的人先受惠，基層總是落後一步。12月癸丑月小寒立春，丑是濕土與微霜。上陸敦臨中吉收尾，丑未代表大規模基建動工如交椅洲人工島，也可能是政治改革方案出台，社會在震中走向新的平衡。中央加大對港支持力度，大灣區融合政策更加細化。香港的角色從超級聯繫人轉為超級增值人。農曆年前市道暢旺，消費和投資信心回升，樓市因為供應增加而續跌。年輕家庭上，車門檻稍微降低，反而成了意外驚喜。整體來說，捱打的陰霾散盡，經濟呈現 V 型復甦的雛形，但傷痕還在需要長時間修復。香港全年總結：香港在丁未年本質上是被火土燥烈、澤水枯竭的大環境困住，外圍的糧食能源短缺、金融震、地緣衝突直接衝擊這個外向型經濟體。所謂捱打，一是輸入型通脹的打擊全年食品和能源價格，高企基層生活水準倒退；二是金融市場的震，年中及秋季外圍資金追擊聯繫匯率股流，雙殺財富大幅蒸發；三是人才流失的壓力，社會信心波動，專業人士持續移出，削弱中長期競爭力。不過臨掛65的智霖和上陸的敦臨，代表特區政府和中央剛柔並濟的應對方式。上半年靠智霖的誠意安撫民心，下半年以敦臨的厚道守住底線。全年經濟雖然在年中跌到低谷，尤其6月和8月最慘，但沒有崩潰。年底已經看到曙光，基層全年辛苦，年中特別難熬。中產財富縮損，但韌性較強。年輕人在北上發展和留在香港之間掙扎，形成新的常態。地支的循環是這樣：未土為主，辰來破他，丑來他，午來及他，亥來養他。香港年初受木氣疏導，年中受火氣煎熬，秋天受金氣削減，冬天受水氣滋潤，最後在先凶後吉的格局中完成一次痛苦但必要的結構調整。勝人月。至於8月有凶，真正的教訓是危機不在外面，而在於有沒有提前做好準備。丁未年香港能不能轉危為機，要看能不能做到臨卦所說的教師無窮、容保無疆，用教育和創新厚植根基，用包容和開放鵪納人才。如果能做到捱打可以化為翠，沉淪可以轉為再生。但願香港人持守敦臨之心，一起度過這個流年。以上所述皆以臨卦卦理與干支五行之象推演而成，意在提示時運流轉之可能軌跡，而非既定事實之預言。世間萬事終歸由人心與德行主導，卦象所現不過是天地氣候的大背景，因憂啟勝，多難興邦。在空象之中，守住敦厚與智慧，智能轉化陰霾，迎向光明。凡此種種，僅屬管窺之言，玄學並非實證科學，其中的真假虛實，還望各位讀者以理性判斷，自行參酌。此文所述，權作參考，切勿執著。願諸君安住當下，以正念應對未來。